他那时间是正式是下件的时间，拢种人他那大啲槟榔转马来啊，渐入来，拢种对啲外国入来的教讲，我人教的佛教是正式的佛教。伊人讲我人的佛教是他那哈他那的点声。佛2500几年前讲的佛教未用了，这句话，伊人真正好敢讲安尼款的话，因为佛的假是叫做 truth， 实在的物件，实在的物件，未烂未臭，未讲 old fashion， 未讲阿了拢。old fashion 啦，下面旧款未用了未？咱来看，佛讲啊，这个正是人生老病死，死了过来出世，出世了过就老病死。这个嘛来讲啊，故事是安尼啦，他那无生老病死了。他那个生老咗哩，无影生老病死，咱就要知这个实在。若是你要去较深，我讲，你看水啊，一后水，这个他那人旁我一后水，正实这个就是hydrogen 2分 ，oxygen 1分，几百 million 以前几百 million 年以前本是 H2O。从来过几百千million年，本是水是 H2O， 这个是叫做正实的物件。正实的物件，人若是大量，伊是好的人，也有吉善的人。正实若是讲人若是自私，伊是无好的人，伊是就讲无吉善人。这个是实在的物件，人国经几百千million年，若是讲一个囝有孝甲爸母，惊着爸母赡养伊，啊，内外囝真正好。万来国经2500 million年了后，囝来有孝咩妈咩，来有孝甲我做咩事？这个是无实在的，所以佛教的路，甲了是实在。佛教是啥物啊？听好好看，佛讲啊，逐人死了就出世。若是讲啊，善款的讲死了免出世，无得着有影善款的教对。特别讲这科学啊，研究讲有影摊啊，你看伊人摊啊，阿无人，伊人摊啊，伫查考啊，拢总。为囡仔来出世，一记正事的事，伊人直直写直直来，了伊人来去查考看，有影一个囡仔讲对无？甲了拢总今日科学证明讲，有影正事、整2事、整5事、整10事、整几百事，伊人看啊相信有影。耶稣教故事讲无影，看啊伊人大点点唔敢讲，因为逐年百几本的册出来讲。正事的人，有的囡仔来出世，正事虾米，伊会记得了。所以这个物件，甲了是佛教的路，是实在物件。咱死了，有的人讲地界是无影的。今日科学证明，伊人看啊，到底 America 甲 England， 伊人有一个叫做一个 group， 一吨的一个叫做一个 scientist。伊人的训练，伊即叫做啥物啊 ？Near Death Experience，NDE，NDE 伊个名，伊是 Near Death， 逐人要我死的时，在科学拢总去研究去看。And then 伊人有看，真正济即个阿摩人，特别死的点声，伊人看到地极是有影。有一个伊要伫要落地极的时，咱伊看到伊直起，直黑暗，直起着暗，伊看到拢总即
真正野样的物件。所以一个甲了看来人讲 near death experience 有讲有影有只地级，了有一个讲人死了就要来出世，这个我是互人知。第二项我要介绍路人啊，死了出世，这个31年不是我去想出来的。你看这个大致这个巴黎门压出来，巴黎门啊，我早起我有压一条纸互人，一条纸互人看。2000几年写的书，正拢总写的人是死过罗汉的人，拢总在谈着觉哦。连甲了一招佛讲的物件，伊人写出来。这个人若是死了，一出世来临这个31年，31年是叫做咱当人叫做三界。你人若是踏过去，这个北传的人讲三界。3 worlds， 头一界就是叫欲界，欲界是欲火真正济，但咱这个欲界是11个，但咱咧11个是4个是苦的，4个是苦是地狱、禽兽、恶鬼、妖精、妖怪，就也是阿修罗。这个4个苦的所在，因为哈密树已经出世遐边，因为人做了10号款的恶，一定就要落去遐边出世。他那我写淡薄互人知，10号款人会记，到你人若是歹去咧苦的所在，这个10项唔通做。太杀、太爸母、太阿爸、太阿妈、太亲情、太朋友、太人、太狗、太猫，这个甲了卖。那是人，那是无台，伊是有自闭的人。台头铁，这个声音爱冲击人的物件。这个欲界啊，有了查甫，有了查某，有时查甫对查某，有时查某对查甫，有时两人白白对。所以这个甲了啊是。黑暗的物件，家己有无了，家己有查甫人了，真正清，搁清气，搁唔使惊着 H， 去老弱去乱做。你看 America， 查甫人去乱做，对来这个病 H 好伊查甫人，查甫人大互囝，到这着 H 落去啊。100%过了4-5年，也就死了。就 X 个真正凄惨，因为路人家庭有着 X， 无半人敢活路，太高的人本人敢活。西哥讲啊，唔爱动着伊上古就好。那是这间厝有 X 啊，人唔敢入来啊。一帮西人唔敢到啊。一长一根的水长一出来啊，人会惊唔敢打掉你一滴水。你看，这个我是讲淡薄互人听，所以谈到今日我要讲这个就是，这个三界就是欲界，4个苦的，7个是快乐的。4个苦淡薄我讲了，7个快乐的就是做人是快乐。了过了个6眼的红光，4大金刚，第2眼是叫做斗笠天，咱的天公大；第3眼叫妖魔天，第4眼就是叫斗术天，第5眼叫法乐天，第6眼叫主宰天。相边甲了红光是真正庄严，伊人是最来故事是人。特别故事是人安怎伊人来谈起出世做红光，因为伊人有做了10项的好。他妈我讲10项的恶，我讲无了啊！杀生、偷窃、邪淫唔通做，骗话、西抓弄处，唔通去生地乱理命 ，and then 唔通点讲硬话 ，and then 对事命唔通死山上吊。long view 邪见，
唔通点点贪心，唔通点点性地啊！这个十项是恶的。贪啊，女人来是上爱去伫做红光仙女，女人做仙女啊，第一无水的仙女来去批评甲蔑视全世界的王后，全世界的王后像个盲鸡安尼样评落去。嗰是仙女无水的啊，那是仙女水的，我笑世界的人看到世界的人头壳出昏个了。所以女人啊，咱唔是讲咱贪，咱应该去这个好的所在，闪开这个苦的所在。这个就是人来要想要去顶面，这个十项女人注意注意，女人那是对了，结尾女人是逐个爱出事伫天顶。你看今日啊，今日我来的时，大山卡点无点一个人来讲，我伊讲伊虾米呀？伊阿叔啊，伊虾米就在讲死，伊虾米唔知啦？伊讲伊所谓的伊阿嬷要死，你看伊要死啊，这个查某啊，伊无惊到暗的人。特别这个查某啊，照伊讲啊，伊讲真正无圣地的人，伊真正讲啊，真正顺人的世人，故意家庭呀呀。你看伊要死的时，安怎样？伊讲互伊囝儿听，我一顶马车伫停台湾了，我要去了。伊讲加两未过加两三日。未死的时，两个查某真正水点点来甲伊洗面。所以你看无这个物件，人安尼袂晓，人安怎讲？这我不是说讲话，你讲了话我魔鬼长，我惊死哦！去知影到一个水的查某来游上久互你啊，是好物件来啊！你看咱了这个马亚王苗，伊伫要投胎是投胎主的时，你看安怎样？伊望着查某来带伊去，死的查某带伊去，带伊去了大啲山，一个山，才长翼了才换衫。虾米事伊人做呢？洗迄个一个做人的上句，像讲咱洗清气、洗白、洗清气，了白日了才要去天顶。如果伊洗清气了白日了才来是投胎主才来投胎。所以这个查某若是到伊会看到安尼的物件。就是伊要去好的所在，佢今日再来乱听前下句我捌讲一个男伊甲伊要断开的点上6顶的马车伊看到，这个人做好太济，特别这个查某摊看到一顶啊，这个就是讲伊好，本事好就个是要去天顶的，所以来看，若是讲正实正对佛的假事，你唔使来暗来磕头来拜土司，戳擦抽签免。论若是有影要行后爸母顺瑞家庭的瑞大波人的事，再讲伊歹势咱吞论，我逐个讲吞论贪金盾，今日这个查某贪金盾，就是啥物啊？伊要去天顶出现来看，所以贪啊！这个10项女人想我，头一项爱布施，这个布施啊，女人听我布施的经啊，不但讲头一项人要变好，特别会大量会let go。恶的人直直爱，所以这个世界有两款的力 ，two forces，one is to great， 一个力是要烧入啦，入晒，一个马术，不咧马术就不咧过啦，是安尼样，这个是恶的。最好款的就是 let go， 放。我无通食，无要紧啊！我加做啦，欠食淡薄人食夫妻配饭啦，我食豆乳配饭啦，本是饱，万一食夫妻配饭，你放晒较胖啊！嘛是上豆乳配饭，本是臭，迄个本是臭，迄个本是圆，所以这个会晓放。然伊放了什么啊？伊看人坎坷，伊饲人。所以这个就是对布施，饲人是布施，饲爸母布施，饲和尚布施。特别歹人讲，
路人直接敢去吃这老和尚，我那没有吃完了，路人那这个大和尚，吃完了还没水，吃完了本才70岁了啊！讲来大部人听讲，无，本来几个讲的，哎呀，路人渐只讲去保释，路人去大和尚，无呀，这个没讲，因为这个是假事，不讲，你会晓保释，你会晓练过，头一项，第二项。爱有戒，爱有戒啊！的人啊，是100%爱去天顶。那是保释尔，伊坐去天顶，但伊惊伊无够热坐，惊无够坐，伊来出世做人。伊较悬顶的，伊做一福雅人；较中顶的，伊是做中道的人。因啲早卖互人保释的啊，互你真正可怜。后来就是讲啊，不大讲，本呀安达呀，伊早人要做好啊，伊是爱落地基，落地基啦受苦了，本来去出世做人，伊是逐季要食一顿啲找来食，所以保释了爱有戒，戒了爱第三项爱有观善，因为人啊。这个思想未大点，人若是有戒善了啊，伊个思想逐个是真正掂的人。如人无戒善的人，我教你看，有影无影，你去到房间，你锁点，你会使教你囝啊，是咧大部人讲，今日我无爱出来做工，我要修行去房间。但是你未晓戒善，你锁掉房间，你看你思想有大点无？上古大下面思想就大外面走来走去，这个你看人头一道要学戒善啊，头一项一看，哎哟，是我弄安怎？我这边想，那边想，这边想，那边想，我讲，迄个就是进步。因为你一路来，你唔捌看到你心走来走去，像个蠓子，像个一只狗，看到你看到了，你是头一项的进步。但你就要教甲这只狗乖乖，了话你才有利益。所以保释受戒戒善。第4项，佛讲啊，爱有礼貌，对是大人，对外面爱有礼貌，爱有大，爱有小，一个囡仔，你来想看一个厝还是一个社会，无大无小，囡仔叫伊爸爸，嘿 ，come here。这个就是讲啊，主妇就大乱了啊！头家无惊，姑里无惊头家，囝无惊爸母，这个就是真正祥的主妇了。所以爱有礼貌，对是大人，礼貌甲礼貌本无用，渐讲，逐日拄着阿嬷哎哈，跪落阿嬷，迄个礼貌。特别阿嬷，你渐跪落，日跪落。你无饲咧阿嬷，你把你赚大钱咧，你无饲咧阿嬷，阿嬷嗰只无通食，都袂使。所以第5项爱饲爸母，爱饲咱的这饲阿嬷阿爸是对4项，食够无，穿够无，大好事无，伊人破病有人顾无，这是第5项。第6项，佛讲，你若是见做虾米好，念经也是虾米。也是讲你保释，也是马仔你送家世，想到我亲情5月离开世间，你人知真正济，有的人伊人戒善，伊人加减有知安怎？我会记心开这件开这件 association 的事，直接甲暗人看到，点无点，说完了马仔要来，今日你看伊，安怎到啲房间，影就像有人，这房间有人在讲完像有人。这个我真几家人讲，唔使惊，因为虾米事，路人摊下啲行路是清气的路，你人知讲事完了来，路人就叫保释，有的亲戚来听台了咯，爱功德，所以这个第6项佛讲，今日做好，今想甲咱的亲戚5月，伊人我来就是要来讨功德，今日我无听到别人讲有房间有人啊，这边有人有鬼啊，有虾米啊。伊本戒善的，阿本真正戒。伊人讲，有个人戒善，伊讲，我知几那朋友伊戒善，伊讲我来戒善啊，有时像啊一个人行过话呢，山挡着我。伊这个有当时是
红光阮有当时是魔鬼，因为汝伫做好，伊人来讨食，因为汝开饭店，到间鸟无人会点点要去，这是叫做自然的咯。mana ada tempat jadi ada makan itulah dia orang mari， 所以这边的所在人伫做好，物件有爱来，唔使惊，因来是最最。去在是亲家五月来伫讨食，讨食咩啊？伊人命也伫人好度，我将伫做好回向啊咯，欢喜。不达有讲一条经，不达讲啊，逐个路人回向啊，伊人五鬼念一条，一人一万都拿赢的，好我这个亲家去到了快乐做虾米成功，伊人本有，特别咱无听到，因为虾米事，伊人大的。所在是叫 different dimension。我逐个讲，你要知是鬼无鬼，你看伊口有搭着地无。and then 有当时你一大向边你行过，你本 go through 伊是 different dimension。所以这个就保持是回向是第六、第七做好啊。你看人做好，你爱发欢喜心。安那无单啊，真正济人都头边。看你点点做好伊弯道，你看你生意直直大赚，基本弯道，人好伊弯道，这个佛家咯都头边，人伫做好还是人伫成功，你发欢喜心，你恭喜伊个，唔通像个贪啊有个世间的人，吹甲你讲，恭喜啊，那边讲一那个唔知走白粉无，逐间安尼好赚。所以这个甲了是对这条路对弯道，后来就是叫做甘心心。所以第六、第七是你会晓回向，第七个就是讲人做好如愿欢喜心。第八，不得讲爱听经，无一个人会晓来做好无听经。今日你看平安几哪样？我大致向边大致吉人和我讲几哪日。不管是啊，逐个一条一批来，问题你来讲经吉人破，也无点我带我的囝去听，按死命我的囝去听，他人我的囝转来变好。所以这个就是讲啊，逐人要变好，本是就要加减听经。特别他人有的人无爱听，就苏安我讲的经，坎坷啦，过着保施，过着受戒，过着这些。商家税哦，我嗰就120块，这个甲了啊，虾米事？第一号是虾米啊？10块钱落去，剁落去了就去天顶。所以这个我唔是迫害的人，你要做路，特别伊讲一讲这句话 ，guarantee 去天顶啊！这句话我讲唔对，咁若是有影安尼，佛讲的话唔对了，佛的话唔捌错。你若是对了这个10项，你话你才会去。你安尼10块钱，但是天顶安尼偏咩10块？你这边要去新加坡就挣8块了，这天顶个安尼管，无听到那是照算啊，照二条来算啊，我挺笑啊。天顶要开本就正糯米链才会去天顶，安尼会。你来去新加坡赚啊几鐳啊？我唔知。旅行来去新加坡几鐳？安尼骗啊！回车就是啦，你看啊，安尼今年呀，安尼今年呀，就安尼，捌你知无？这边要去第一家天顶啊，飞机未够的咋？飞钱本未够，所以这边你看，不得价。第6、第7保回向，甲这个发欢喜，第8爱听经。第9啊，听经了要传要讲，讲互嘴嘴听，像你人少年人听了，讲互阿嬷听，特别是讲互阿嬷听，本要细字，你唔通去讲互阿爸阿嬷听，阿爸佢讲，我食盐甲你食，你食米你来教我，你一个去听两日经了咯，远。你若是安尼样诶，坎坷日呢，你加加阿爸你爱听我一个碟，是安怎讲诶，可以听。甲他听经啊！我看见这本人变真正济，你看达咧暗满台，商家说，故事我讲你听，我还未做回向的事啊。有一个暗我知，
今日送咖啡，今日都没，直接要做咖啡酒，直接要做咖啡酒，无人爱，来弄，大家有人帮嘅。今日啊，我讲是小巧啊，今日我讲你听，马路我人嘅咪到时做了，明年有查某来 book 了，讲我要做咖啡酒，所以你看睇下人在，咁你往要看，我在我才听去。我在9點起，我要講經講，啊或者送咖啡事，因為蝦米事啊？咱就要知蝦米事，我開一個類，蝦米本無查去，是即個你看下啲做你查去。今日人唔知講事安怎會好啲得咯，白日都人死了啊！人唔通笨蛋，我常常講死嘅啫，死嘅啊！即係事安怎未好講話，常常講死啊！真叫佢攰，特別今日我講真，那是講死，今日白日亂死了啊！我那是頭生氣啦，你我是大數開查某呀，你來上班呀，好就好了。一人，看啊，有當時會人，有當時袂人，因為咱做人嘅精神啊，真正複雜啊咩啊？你人家庭嘅事，囝嘅事。社會嘅事，特定女嘅事，真一這行。了想邊天頂無咯，囝免有事，厝免有事，趁食免煮食。這邊啊，你點愛煮食？有教員就係大波，有較隨經濟。次咁你點就用菜叉，你就袂曉炸。了點鬥一把，打即鬥一把，食個驚。別行伊講我袂曉煮啊，就一個你看。天頂無啊，你愛咩解？亂食咩解？夫妻啊，好無？免水衫，免咩解？真正好。就一個話，你也袂去聽，你去了來打。所以一個就是第9項，聽經了愛教。特別阿爸教袂行，你人轉去教囝，教隔壁厝邊。你若是教，你傳經。傳經嘅人，逐個出事愛聰明。今日我時時甲你講啊，天頂啊，天公嘅所在叫有一個叫做伊個好是伊個啥？聽，迄個樹大嘛好啦，不管是若是講一個人世間若是死了，伊故事有講經。人講來哦，世界來，叫伊真正來打。那你人若是咬的，一般喺道上靠我知一幾個少年家會講經，把你死了，你看天公講啊，今日是你講嘅日，但你講經吼，這個真正好。所以第9項就是傳經，第10項對咱正事無對了唔對，愛戒掉。真正這人未堪戒，唔係啦，我食豬籠也菜。8年了，他那叫我放掉，未放啦，未let go啊，未放啊，錢個未放，這個個買放，心個買放，你參了，白死死嘅多就即係入到輪去白死死啦。所以這個10項，你人若是對了，就白生是天頂。特別今次我要講嘅物件，就是叫四諦法。佛講啊，攏總來出世，是來打 call， 未走。這邊四諦法是實在嘅物件，特嘅佛，故事嘅佛本是教這個四諦法，將來嘅佛本是教這個四諦法，看啊，咱嘅釋迦牟尼佛本是教這個四諦法。這個四諦法，咱定着愛知，念經好，念經了心靜清淨。特別你若是無，咱知來出世啊，特嘅囡仔好，對無？無一個講，哈哈哈，我來出世了，好機會，無。所以今日我要講是頭一個四諦法，攏這個咱當人嘅話是講啊，苦集滅道，苦就是啥物啊？正來出世，無論我出世喺地獄做人，翁公也是台灣天，
还是五色界天来出示这个31元，是来打考。第二项，这个考的原因是考头一个是考，第二项是接是啥物啊？这个原因，这个考对伫倒落来，对咱的贪。倒落一个回向，那是家的老少，伊叫你讲刮来贪。很佛的经就是清气的经，特别讲起人家的经安怎样？啥？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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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吐啥物？你叹啥物？有的人吐，我爱发财做millionaire，真正这那是念了会叹，我教你人念。佛有一条经讲啊，那是拜啊，吐是哭头了会叹，这个四项，阿有东会笑。玩乐水好业，身体健康。我叫人吐丝拜呀，拜个thần。特别佛讲，我真知这个安怎拜给thần，所以我叫你讲，唔通去相信这个拜。所以这边啊，咱就要知啊，这个头一个考是叫做接考接灭就是。这个接头先接是对这个贪来，安怎样要脱离这个考，就是起觉这个贪。安怎要起觉这个贪，真正坎坷。你问大人，你金钱金条好无？嘛那会使。你米红去倒掉好无？嘛那会使买。但是佛无教安尼样的咯，佛教你。用vipassana禅，这边特贵啲教的禅，教了你人对了，你贪心直直无，你贪心直直无，伊主动性地直直无，性地直直无，无知也是妄想直直无，这个三项看来看去，所以头一项爱刮了这个贪，这个贪是啥物啊？是 energy 啊，力来。这个力啊，带咱出世即世，有的人问我，这个贪安尼有力咩？安尼强咩？我莫讲上济，我讲我你听淡薄。一个查甫一想甲一个查某，真正爱迄个查某，但不了查某啲三心两意，又爱又卖，一头壳就出昏。你知无啊？迄个查甫啊！食未食，困未困，你问看，好困哦？做咩啊？到2点我去知啊？啥物事？我个 girlfriend 慢点爱，慢点买，这个就是一拉啲啷，像滚水啲滚，clock，滚个久啊！嗰个大个大 aluminium 烧，我一倒规间厝倒火，就有当时人系滚水，了去行 supermarket 了上个慢了久转来，我拄着朋友袂记了，直去，了今日暗才转来看走卡就烧了。所以这个就是讲啊，这个贪是真正厉害，是火来 energy 来，一做路啊乱其他。and then 考级别，那是有了这个考，特别无一条路会脱离这个考啊。That means 佛教是一个叫做闭关 pessimistic， 无路通透。特别佛看着，你若是会晓对佛教的路是啥物啊？十句佛教是叫你刮掉这个贪，布施本是要刮掉这个贪。修戒本是要刮掉这个贪，这些是不是我刮掉这个贪啊？刮掉贪的根啊，根本把你抓起来，到根抓起来了啊，你是成功的人了，死了脱离入灭团了，无来出世了。所以这个就是讲考级别，所以这个你会谈着明白什么是灭团，或者是叫做 escape。脱离这考了，
按道第四项科职业道，道是咩啊？不正道，最那是对了，这个不正道，因之伊是早甲晚，伊要脱离这个生老病死。所以你看，今日唔使讲啊，伊阮回想，当人回想，真正坐甲哦，这个四谛法甲不正道是小乘的经，咱的经徒是念就好了，念了会去立团。这边我是讲啊，我就当讲互你人听，唔对咯。你来想看念经会刮掉贪未？未。你看真正济，我逐个爱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徒是念17年一念。我讲你医保老会上，我甲我找70几岁医保，一叫你唔是大医保，伊拄着我伫医保，伊是新加坡的会上。伊讲啦，师父啊，我今日70几岁啊，我逐日念阿弥陀佛12千斗，无12千斗我无去困。安怎我念到17年啊，我阁无看到好啊，我无进步啊。了我问伊讲，安怎你讲你无进步？伊个真正阿莫我讲真正 Frank 是遐实在，伊讲啊，安怎又无进步？伊讲是安怎？老是老，有时查某来我阁爱看，70几岁，伊无敲门，所以你看念经都给挂咧卡嘛。我逐个嘛是讲哦，我有一个人哦，我的亲戚，这边去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哇，早起念到11点了12点要食饭的时吓者，是几点钟了？因一日我洗起来，了你在洗起来啊，有时个人家境真正歹哦，几粒都拍，洗起来啊，个袂使无用沙本啊，用沙本有时骨了卡落落去啊，死囡仔死有受死地命破结落。臭死我了！这边咩扑街落，你问你鬼讲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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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死啊！自己干我咧，衰到自己干就弄你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你这个身体都无嘅，杨子我讲我都听，头一项我看到，我哋来出家了，看到什么？我係身體嘅，我估。不管是这个人讨价，互人批乱真正济，我互高价啊！讨价个不要紧，互高价。安尼虾米说？有个人我都去讨价，你狗个看衰路，跑落去一个拔起来，入我头去看，你狗我都无拍插。了你人看了袂归心。然后你人讲我带你去互老公看，讲 no， 我买。你 promise 我一项，你唔通拍你狗。他點問你估叫老公嚟？老公講 I want to give you an injection. No doctor, don't want injection. 我這個無騙我，驚咗我全家死人。所以你看高價升地無，批亂無升地，故事那是你批亂我教你算老少。你我未算老少，我拍一支互你教。你大好清楚啊！我叫人講，去甲走人。特別我談下無，其實我甲你講，跌打落來對戒善，所以今日我講，保持修戒戒善，戒善了你貪嗔癡無，你是不會來脫離這個苦海。所以這邊啊，頭一項啊，我係講啊，來出世是來3科，這邊我聽，咱結3世來算，我唔是看3世冊啦，我知3世冊。睇過特佢看啫，正史冊啊，正史冊啊！我哋正史冊真一隻人去看，看了再來好得，有自己就冇夾一個查某夾一桶嘅碗來送我，我阿嬸後面想攞夾碗來送我，伊講我去看正史冊啦，伊講我到啲天頂弄看，人嚟啦，睇下我嚟摕碗來送咯，我講阿嬸啊！你無弄我，你去弄紅礦，你去還紅礦啊！你唔通還我？伊講無啦，伊講你菜哥講啊，凊彩兜你一個暗就會啦。我講你唔使講啦，還債啦，你報事啦。伊講安尼只我有接受，我講好啦，我報事就我接受。你講要來還債，我袂使，你嘛。
头先我唔是咧硬講啊，你去攏話咧硬講。個第二項啊，硬講要心動咱啊，馬上佢來破誒。或者天頂，攏總是心動咱，無幫曬哦。但是天頂點幫曬，咱這邊點只就硬講曬啊。因為後面雖然有隻無相，所以今日我講，咱來摕三事來看。咱今日來，我講去做馬薩，來計啦，來佚佗啦嚇。今日講講咧，唔是人啦，咁了唔是人啦。今日咱是人中大啲色界天啊，色界天三界。頭一界是叫做無色界，人講無相故嘅。落來第二界，第二眼色界天，人講有相故，特別攏總查甫無查某，因為遐面無約會了。落來咱咧叫做欲界，有查甫有查某。咪講咱無相故嘅，咱人人有相故，所以咱就摕第二眼啦。計咱攏總是人講來啊。攏總是查甫啦，咱嘅火燒啊，一個大劫，還是八個大劫，還是64個大劫。一個大劫你人知就久啊，免講了，你知喎？真正久啊！七支手嘅把刀會看，七支手嘅長，七支手嘅懸，一班人一到家啦，抱來揉甲這個把刀，直直剝甲了，把你一個大劫。計咱也是講種世界天人講啊，喇嘛來，哇，攏總水水了。咱來想看，今日咱來出世做喇嘛，對打落來，即時咱是喇嘛，正時啲打落來，正時是做人，做人受苦。修甲真正苦了，把你才會出世做喇嘛了。咱修蝦米苦？咱叫做修行嘅苦。修行嘅苦是咩啊？入大巴，唔是入這樹林巴甲這阿摩東鄉啊，唔是啊。大巴有好有超咁嘅，入大巴無通食，鬼子家老把你扣來食。一句話無講，水月日水年。啲修行頭毛無剃 ，and then 衫褲有當時有隻樹皮啊蝦米，摕來用，修安尼咧苦水10年還是水8年 ，and 坐禪甲3拜律入定，入頭定、2定、3定、4定，第4定喘氣本無，所以你看受苦無？一日食一頓，多啲巴呢啲食，受甲安尼苦啊！會使講啊，1000人要艱苦拄着一人會耐心受安尼苦，會使講啊，100萬人啊，無代表有一人會打閒安尼苦。伊其實大巴 complete isolation 對社會無見到一個，伊坐禪了，伊會趁入定。後得入定了，即時把你才來出世做喇嘛，咁樣是喇嘛，做暫時受大苦，即時享受做喇嘛，做正時嘅真正苦，特別即時嘅苦是蝦米呀？就做喇嘛了，今日睇到咱攏總是喇嘛。會苦蝦米啊？就出世做喇嘛，哇！我成功了，哇！你們成功，哇！你成功，咱應完了，免出世了。我見起了，我成功了，我免出世了，我會受安尼等，漸漸地我，伊大日去了。所以這邊我講，你聽一條短短故事。你看佛有啲世間，一個馬哈喇嘛到啲啲台灣天王，伊是台灣天王來，伊想直接你看着，攏總伊個朋友個了是喇嘛來，伊講你看，
sudah jadi sing了面死了 and 这边活到底这他妈那再讲一想完了唔就想 and Brahma 本是成有化空伊无看到伊看到现实是我是 Brahma then ปุ๊บ Buddha 变去的台湾天王เลย and 台湾天王就看到 Buddha 讲hey welcome Gautama welcome 来欢迎你来应该你就较早来哦这边的所在无死了啊有生了就无死了啊永远啊 and Buddha 讲互伊听 oh Brahma 你本是无永远嘿安怎无永远你看我出来的时甲贪啊世界拢总咧一直变甲了我 and 我袂虾米会贪虾米 then 伊安尼伫讲了，你看伊别个 Brahma 讲互佛世尊啥？世字你唔通思想讲话，这个是Mahabrahma，这个是第一通天下的第一关了。然Buddha讲，你是绝对，你是魔王入了来讲安尼话。然后你看台湾天王就讲，你看我变，我袂虾米，你看我变无，你看无，Buddha讲你变。一只变，不知道讲哪路大很平；一变，那不知道讲哪路大很平。所以对别人看袂着，但不知道看会着。then，伊讲你看，他那我变互你看，但不知道只变，有影伊找无，把路你只知，顾别人较悬过伊。啊，你这边是啥物啊？只别人较悬过伊啊，伊我见就伤就淡薄了。所以这边来看来出世做Mahabrahma，正是受大苦，即时的苦是啥物啊？伊咧啥？我见爱浮起来，这我见爱浮起来了，因为有了这个我见，过了一个大劫或是八个大劫，噗，伊要落来出世做红光了。因伊来出世做红光，伊落第二站是叫做世界天的红光，唔是世界天，叫做欲界的红光。欲界人讲伊来出世，那时出世做大波的人讲，哇，仙女安尼水，哦，伊出世做仙女，哇，我本安尼水，喏，伊本安尼水，过啲我过啲水，and 伊就够水就有爱，够爱哭较垃圾了。头一项伊是我见起，他那就我见甲参爱分起了。爱去了不要紧，这个仙女怪，了，你是别个人讲，你来去甲我仙女讲话，我咩？虾米时你来去甲伊讲，伊甲你讲虾米话？错红字，所以红讲不如教咯。你看咧，一个经不得讲，有一个查某，这个查某是就是安努鲁的，是达到太祖的哥孙这边兄弟。这个查某噗出世，界死的红光，按死的红光，伊人红光先呢，那就出世，你出世伫我的所在是我的，出世伫有咧所在有咧，特别出世对伫死的界的位，死的红光小枪，所以你看，本是有贪有嗔有无痴，甲有贪有嗔有痴。伊大伫世界，大伫这欲界的天顶，该无多久呢，噗落来做人。台湾天王的红光落来欲界，搁落来出世做人。这落山，你人出摩托车看，落山的时候，你唔通入夜，你唔通打 brake， 你落山的时候无通了。有当时你落较上上了，你用打 brake 会重呀。所以佛经的才来讲啊，一个人咧大伫顶面伫落伊失败，伊直落无 brake， and 伊来出世做人了，欲火过去，贪过去，圣地过去，大一过去， and 这个甘心过去，变话老，苦卡者落了做禽兽，做恶鬼，落地狱，
落到下底叫做无岩地嘅，阿莫话讲 rock bottom， 到底了，到底了啊，人兴发上济了，我唔敢，我唔敢，你把惊歹，你直接拍拍，伊甲你讲我唔敢，我唔敢，我唔敢，都唔敢唔敢，也唔敢做，伊个去来出世做人，再出世做人。唔烦恼我讲，甲当时啦600嘞，伊是未记讲伊大地嘅起来，伊来出世，你到18，伊知我住住，我是一个大山卡嘅 representative， 我是大山卡嘅，人讲 politics 啦，你讲嘅话拍一支好教 ，and 要個路。落搞解就我唔敢，有個起架落，所以這裡啊，我就是講安尼話，好多人聽，咱嚟出事，咱嘅心未在，你聽好看，嚟出事台灣天王了，但我講，攏總是不嘛，安怎無穩，安尼應該逼咱做。直接做好，如果无做好，就落来。后尾属于大不拉嘛，我未久长，因为这个力，这个骨力心可以去世界天，是 energy 用了，然后累开了就落来过来做人，来过贪累，这贪累是咩啊？一定来做好。就嚟教嚟出事做人嚟，知唔知啊？如果咪做好，你这边呢個係一條路，所以這個頭一個考就點樣？應該壓迫咱做，你就愛做。你看做台灣天王，分就要安尼快樂嘅了，呢個就要做好，因為冇做好，呢一條路。所以今日你看我大媽講，咱家佫佚佗啊，攏總是。布拉瑪嚟，睇下咱第二行佚佗馬薩，第二日啦，咱嚟佚佗。今日咱唔是世界天嘅紅光啦，今日咱是紅光線路啦，大波是紅光，大波是線路啦。即個叫做欲界了啦，紅光。咱本摕三事嚟想看，今日咱嚟出事做紅光是對治得落來，對正事咱有波斯。甲有受戒，波斯是真正艱苦，甲受戒真正艱苦。波斯啥物啊？家己魔鬼出怪的類，家己唔敢食，煮了嘢來互人食。受戒，你問真濟人講受戒艱苦啦。我正少就要食鹹啊，我無食鹹我袂爽啊。炒粿條我逐個叫係鹹濟濟，了我逐個佫無要緊咯，我佫愛買鹹啦，愛買雞啦，愛買甲十婦水雞啊，哇食青啊，我陣去伊這個2樓啊，食青啊，你人想好看，睇咧夾酒啊，醒起啊，了伊骹手用剁，但用變靚，頂落一個月較嘅一個老查某來。伊來波斯，伊講我波斯好我係孫，我係孫死啊！伊講啊，伊也未死嘅時，摕伊手啊，攞佢手跟落佢骹來搏啊！了，針我係孫啊，針太夾酒啊，夾水雞啊，吃。福建嘅仔來吃真正明，你知無？來出事，安尼看啲吃人皮。到甲地嘅伊無3箍 ，and then 伊吐3箍，人睇下咩啊？照伊看是3箍啦，特別是鐵板補個紅，你話甲這鐵板啊補個熱嚟爆你心了燒了特定再嚟熱未打下啦，再嚟開嘅時啊，你飲板啊，搖個白，搖了鼎，人講鼎。你鼎無係油啊，你係肉去煎啊，油鼎，即係你切起來嘅時啊，因為你肉油甲你鐵板切，皮呢落起來嘅了，
你看这红红，因为什么事？你吃人的皮，他那人吃你的皮，好苦去做安尼物件，食了唔是讲就好。他那人真正恶毒，怎样讲？有的人啊，惊地个无位啊，不便便啊。你在新加坡安怎做啊？唔当新加坡槟榔本有啊，但是槟榔伊无出现互人看，伊人占无占80啊？你爱无？你爱哦？食了食啥上哦？好啊，唔是食狗吧？这个盲鸡啊，伊人开摩托车大啲咧花园啊，摩托车不开便便啦，系见少便便啦。人恁读听你看咧，盲鸡看就见少唔是跳落去啊，跳落去一阵棒噗冚了，呼滑走了，滑走了怎样做啊？再来开系牛泥地，牛泥地咧再来压来拔，司机即骹甲手拔，后桌顶凹一个坑。也这铁道都提了啊，10个人，一个人无定就是唔知100块，10个人1000块，1000块安怎做？伊提咧头，你好你一个圆的铁腿，阴死，哭，哭了再来用手切掉一骨，再来系连地捉。上边啲好啲样，人咱啲正啲食，你来啲食，好食无，我再来笑，上边啲好你啲笑，这个100块是咩啊？惊位啊，地个惊无位啊，所以这俩真正济，这摊啊，甲了摊啊，槟榔嘅盲鸡摊啊，伊人去当下就啲野盲鸡，真正济人讲，这。我就放嚟啲等，所以你看人真正恶毒。所以但我讲只做红光啊，伊人今日什么呀？对保湿对有戒，今日人来出事做红光。咱正是伊人做安尼哦，今日都系做红光。特别就做红光了啊，就火气了。哇！我成日安尼水，我就甲你讲啊。全世界嘅查某去批评个神女，像个盲鸡个人去批评安尼，所以你看，就出事做红光啊！你话人来出事做红光，家你人拢总是神女啦，唔使穿衫啦，唔使煮食啦，唔使读册啦，唔使跳厝啦。你爱咩该叫出啊？咻，停起了。你咪就只，你爱什么？来了，都拢种行动啦。所以什么啊？阿莫话讲啊 ，idleness is the devil's workshop。and 你过头闲，你看有个查某啊，真正好命的查某，过头闲啊，教人做大富翁的查甫人了。过头闲，伊做咩啊？真正闲啊！阿三煮饭食了未？头家转来食了未？转来食了，好，最后我食淡薄，食了。阿三啊，头家来转来讲我无地去得咯，我去拔一支啊，麻雀啊，我要去得咯，大部分是想过头命8只了，爱做你，伊讲买做你是讲，你每看做你虾米？乃กลับกับตำแหน่ง像ทองช่องลิ้มจิ้วช่องปากเจ้าช่องหัดใหญ่ช่องลงจงช่องอัน这个ลงจงช่อง是啥物啊？是爱落地嘅。所以人看不得讲啊，你天顶诶贪钱之气要落来做人，做人了如果落，直直落。所以大妈我讲啊，做台湾天王本直直落。